我係喺新晚報做嘅，咁我係負責採訪部門嘅。426嘅社論之後，即係定性為呢個嘅反革命暴亂。到5月19號，李鵬宣布戒嚴令，咁一直都係有其他同事係上去北京做，咁我係統籌咗成個嘅嗰陣時唔係叫6·4啦，嗰陣時叫民運嘅採訪工作啦。我喺一間左派機構嗰度工作，喺我頭上邊嗰啲咧，全部都係有經歷嘅親中人士。我睇到佢哋思想上邊係有啲嘅變化。當時嘅老總叫趙澤龍，據講佢係鄧小平嘅日本翻譯。我記得係5月19號咧，李鵬宣布戒嚴令嘅時候咧，我同佢一齊咧喺報館嗰度睇電視。佢睇到李鵬宣布戒嚴令，佢就向住電視打咗一拳。睇到佢哋容許我點樣去處理個新聞咧，就知道咧佢哋認為咁樣北京嘅處理係有問題嘅。一路咧係有其他同事係負責採訪嘅，已經係講緊採訪好多日啦。即係我已經忍咗好耐。哎呀，我喺香港負責處理即係統籌呢啲新聞，但我係冇去過個現場。有啊，咁我上去啦。咁我係6月3號上去。正係因為我係見到架裝甲車駛入嚟，咁我係落去出去咯。聽聞咧，木樨地嗰邊咧有事發生，就想話沿住長安大街咧向西行咧過去木樨地嗰邊，好似接近新華門冇嘅咯。見到前邊咧，哇！點解黑掹掹？再行前啲睇下，哇！下一條成排都係着晒軍服嘅軍隊，咁我哋仲想行埋，突然間開槍。砰砰咁開槍，我想話俾大家聽咧，子彈嘅聲音咧，真係雪雪聲。我同我同事2個麻甩佬拖住手，掉轉頭走。遠處睇到咧，天安門廣場咧，就係俾呢啲嘅坦克車啊，嗱後邊一排嘅坦克車同埋裝甲車，前邊會有2、3排嘅軍人咧，嚇。你每隔一段時間咧，啲人唔怕死嘅，北京嗰啲人唔怕死，就衝擊佢，佢哋咪開槍咯。我有問過佢哋點解仲上街嚇？當你屋企少咗一個人，你就知道我嘅心情係點樣樣。我淨係講我眼前所見到嘅運嗰啲血人、運嘅傷者，我開頭我都係有意去數啊，收尾點數啫？2、3個鐘頭咁多點數咧？1989年6月4號第一次版嘅《新晚報》，咁咧當日佢出咗2次版，好似唔夠2個鐘頭。我寫好咗2篇稿啊，即係其實唔止嘅，呢啲稿都係我寫嘅。但係咧特稿咧血腥的漫長一夜，同埋血路帶走人民的心，咁啊2000幾字。我平日喺香港小男人一個啫嘛翻到去香港之後，先發現原來可能我啲世人情操最高係嗰一下，係完全冇諗過。喂，邊有諗過生死嘅問題啫？我寫好咗一張稿，傳一張燒一張，嗰陣時都驚有啲問題即係寫得幾多盡寫啦。經歷過呢個對人生嘅改變都幾大。覺得冇乜嘢唔可以冇嘅。29年嚟嘅6·4燭光晚會咧，我都係有出席嘅但係我係通常咧，如果見到我咧，我都係成圍繞住個場咧，係喺度行。因為人係軟弱嘅，我成日覺得呢一樣嘢，我驚。我唔記得咗呢種感覺咧，我係會沉淪，好凄涼啊！覺得呢個民族唔知幾時咧係可以係去到一個文明一啲